在第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台南呢有民众咧坐公车的时阵，发现这个司机是哪塞车搁哪用手机啊，而且呢是2台手机啊拢斗阵咧用。这画面伫咧网络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客运公司调查表示讲呢，这个司机认为讲伫咧手机啊架顶头来操作，安尼是袂当算讲违规的。市府是照公路法罚这客运公司9000块，也若客运公司除了会失的，也甲司机来记告。 民众透早坐公车赶要上班，却发现司机不时额头咧看放伫咧巷道路边仔的2支手机啊，搁哪塞车哪使用，引起安全争议。画面传起伫网络了后，客运公司嘛出面回释咧。对于构成危险驾驶之因素，本公司将以工作规则进行记过处分，并请其撰写自省报告书，并会将驾驶进行全面教育。 对于行车无关之行为，皆予全面禁止。公车司机认为，甲手机放伫咧架仔使用就无算违规。不过，台南市公运处表示，违规的司机确实有伫咧塞车的过程当中使用手机做甲驾驶的勤务无关系的代志，会依照公路法，甲客运公司罚9000块，也若司机嘛，互人记告处分。 公运处已经依公路法开罚9000元，即日起，公运处也会派员随车稽查栏干线，加强督导。公运处提醒业者，就要加强教育训练，若是佫出现违规的行为，是绝对会罚，嘛要求改善，来确保服务的品质。公视新闻综合报道。